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初3。今仔日的经文是这个诗篇128篇，约书亚记第6章第1节到16节，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12节。今仔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工作。即几天有看到朋友分享我一段话啦吼，这英语的这个祈祷词伊安尼写着讲 ，Dear God, I may not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inside, but I do trust in your great plans。是啊，真侪时阵，咱有足侪代志，咱袂当明白，咱毋知影代志发生的原因，也是讲伊内底的一寡发展吼。亲像咱即摆咧面对2020年即个世纪的大病毒，安尼讲武汉的肺炎，也是讲前几工土耳其7级的大地震，甚至欧美遮的文明科技真发展的国家亲像英国、德国、法国，因的遮的疫情佫再度来失去控制吼，因所以因着爱来宣布封城，甚至规个国家lockdown吼。11月初2就是昨维也纳的市区一个叫做 Schadenfreude 的所在发生恐怖的攻击。这的代志的发生，咱讲是即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出现，咱无法度明白为虾米。但是咱相信上帝必然伫即个过程的中间来掌权。即个时阵咱袂当明白，但是咱确实需要顺服，而且佫爱跟对上帝。伫圣经中间有几啊个人，比如讲即个拿阿伫山顶做大船，用现实人的眼光来看拿阿的即项代志，真侪人拢讲这是戆吼。亚伯拉罕伊无问上帝讲你要带我去倒位吼？有嘛足侪人讲这呆子吼，这戆的行为。出来及以色列人因面对红海后壁有即个真强的部队，顶遮的队兵进入伫旷野食米无够，即种行为好哪亲像嘛感觉怪怪，因为因对一个摩西因无啥熟悉的一个人。相反，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咱看开即几工美国派出4万几个陆军、海军、空军以及陆战队的遮即个军队吼，有济军舰也是飞机，咱讲真现代真强的武器，拢出现伫太平洋的西边。因甲日本、甲加拿大来举行联合的即个演习，因叫做内舰行动的一个演习啦吼。即个行动，日本的即个防卫大城，就咱咧讲的国防部长吼，伊安尼来讲啦吼，讲这是一个明军针对中国做目标的即个演习吼，安尼军事行动对人的角度来看，感觉上较正常啦吼。就是讲有真济真好的武器，有真济的部队的人员吼特别是对真济遮军事迷看到美军所公布的影片的中间。大家看了真欢喜来按赞吼。俄罗美军的武力强大啦，联合军演会当带来互太平洋特别是咱讲第一岛链情势来稳定啦吼。但是咱倒转来看圣经，今仔日个圣经约书亚记的记载，确实无啥同款吼。
约书亚记第6章所记载以色列人进入耶利哥城的动作，较毋是安尼。互咱感觉真奇怪的是，即阵以色列人因去伫即个耶利哥城时阵，因一工去洗一年，啥物代志拢无做吼。我相信吼，若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吼，伫即个耶利哥城内遮个军队吼，对伫城外即阵人伫遐咧洗城吼，一定感觉吼真好笑啦吼。如果当初是有迄落摄影机啦、有手机啦，佮有网络吼，可能即种情形早就去用 post 伫即个social media 内底吼，有诚侪人按赞，逐个拢伫遐咧笑吼。以色列人真安静来洗城，拢无出声，逐工都拢安尼洗，每一工洗一摆，拢总洗7工。到第7工的时阵，照上帝甲因交代洗7年，每一年拢有7位的祭司伫遐分扫角。7年了后，7位的祭司伫要分扫角进前，以色列人伫迄大话讲，即个城就是阮的吼。咱无解会当明白上帝做代志的方法，上帝的作为到底是啥物货？也就是讲，攻打耶利哥城根本就毋是以色列人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为什么讲咱可能会使倒转来伫当初时摩西派12个探仔去伫即个迦南地探即个情势的时阵，看到约书亚转来回报迄句话。约书亚安尼讲，如果上帝欢喜咱，伊会带咱到伫迄个所在去。迄个所在是流年甲蜜真肥的土地，要赏赐互咱。伊讲恁毋通背叛上帝，毋通行当地遮个居民吼。咱要真简单来征服因，因为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伊已经赚赢遐个保护因的性命，所以恁毋免惊。民数记14章第8节、第9节的经文所记载。咱听即个约书亚转来甲摩西报告，也是以色列人报告的话，伊讲上帝甲咱伫地，上帝已经赚赢迄个保护因的性命，足清楚的吼。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应允，上帝的带领，上帝的赏赐，就是上帝的工作。另外一位的经文就是今仔日的使徒行传13章，咱看见保罗甲巴拿巴第一摆受差派出去，第一站去到即个塞浦路斯，就是咱的圣经讲的居比路，所拄着的情形，有一位叫做事求保罗的总督，伊想要来追求信仰，却拄着一个术士以利玛的强烈的反对。看起来，即个术士平时甲即个总督的关系袂歹。保罗因只不过是亲像迄个旅客吼，来到遮尔。虽然伊讲的话感觉真受即个事求保罗感觉真受吸引，但是对伊来讲检测真困难，因为这人一直咧主动总督去接触着即个信仰，接触即个福音。伫人看起来真困难的情形，但是圣神差遣的工作，上帝就出手吼。所以咱看，咱先无论讲即个以利玛伊所拄着的情形，敢若亲像保罗当初时伫要往大马色的路上所拄着的情形，真类似啦吼。上帝互伊的目睭青迷，暂时看袂着。了后，咱看去总督事求保罗，伊所讲的话，伊讲。总督看见所发生的事，就诚做信徒，伊对有关主的教示感觉真稀奇。上帝工作互总督感觉真稀奇，因为伊上帝互反对伊的人失去能力，互追求伊的人会通得到福气。当咱面对真奇怪的2020年，过来伫要进入伫未知的2021年。我想基督徒只有学习专人的碗课，
咱做袂到的代志，咱无法度面对的情况，这的部分就是上帝的工作。互上帝的工作来保守咱、带领咱，互咱会当因为顺服来得到福气，进入伊所应允的所在。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1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约书亚记第6章第1到16节，使徒行传第13章1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工作。有朋友分享了一段话，这是英文的，这样的导词他这样写道，他说 Dear God, I may not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inside, but I do trust in your great plans. 是的，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明白这个过程，或是说里面的真正的意义，就如同是2020年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纪病毒的攻击，武汉肺炎的攻击。几天前土耳其的7级大地震，甚至欧美这些文明科技领先的这个国家，他们的疫情再度的失控，像德国、法国还有英国也是，今天开始维也纳也要封城甚至有些干脆锁国。昨天晚上礼拜一的晚上，维也纳市区在一个地方叫 Sweden Plaza 发生了这个恐怖攻击，这样等等的事情，我们说这是天灾人祸不断的出现，我们无法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一些事情发生的背后，一定有上帝的掌权，或是说他一定会继续的带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却是需要顺服的跟随上帝。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挪亚他在山上盖大船，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根本就是傻子的行为。亚伯拉罕跟随上帝，他不问上帝说你要带我去哪里，基本上也是从人的眼光说这是呆子。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要面对红海，后面又有追兵，然后他们进入这个旷野，想也知道这么大的一群人，食物水不够，他们又跟随一位他们不太认识的摩西，或是说根本他们就不喜欢的摩西。这几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几天美国派出了4万多名的陆海空陆战队员，这些军队，许多的军舰、军机、精锐的武器等等的，在西太平洋与日本、与加拿大还有其他的国家举行一个称为锐舰行动的军演。这样的行动，日本的防卫大臣，我们说是国防部长那他明白的宣示是针对中共这样子的一个敌人为目标的一个防御演习。这样的军事行动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比较正常，是一个正常的军事行动，是一个所谓的秀肌肉的军事行动。许多军事迷都很高兴，因为在美军的公布的影片当中就可以看到，然后很多人就在按赞，大赞美军的武力强大，联合军演呢也能够带来给太平洋所谓的第一岛链的情势的稳定。我们回到圣经今天的约书亚记第6章，以色列人进入耶利哥行动却不是如此，跟美军的演习是完全相反的。我想最奇特的就是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6章所记载的以色列人进入耶利哥城的这个范围的时候，
那一座满满都是高壮的战士、坚固的城墙，他们不是去那边奋勇的打仗，他们竟然是带着一队的以色列人，然后每天去绕城绕一圈，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相信，如果在城里这一些耶利哥城的军队，一定对着这一群在外面绕城的以色列人狂笑。想想看，当时候如果有摄影机啊、有手机啊、有网络啊，一定他们都从上面拍，然后 post 在这个 YouTube 啊，还是 social media， 然后就看到一群人在对这些绕城的人傻笑、耻笑。那也一定有一大堆人看了影片之后按赞。我们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就这样安静的绕城，默不吭声，每天都这样绕了7天，然后在第7天绕7圈，每一圈都有7位的祭司来吹号。7圈之后，在7位祭司还没吹号之前呢，他们所有人才大声的嘶喊，说这个城市要归我们的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或者是说我们更明白说，攻打耶利哥城不是以色列人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回到民数记的记载，民数记13章、14章记载这个摩西差遣了12位的探子进到迦南地去探，回来的时候10个人说反话啊。那约书亚这样说：如果上主喜欢我们，他会领我们到那里，那片流奶与蜜肥沃土地赐给我们。他说：你们不要背叛上主，不要怕当地的居民，我们将轻易的征服他们。上主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击败了那些保护他们的神明，所以你们不要害怕。这是民数记14章的第8节、第9节。我们注意这2句话哈。上主与我们同在，然后呢，他已经击败了那些保护他们的神明。上帝应许，上帝带领，上帝赏赐，他就是会做工，需要做工，这是上帝的工作了。我们今天从另外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的传福音的旅程，他们到了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所遇到的情形。一位名叫士求保罗的总督他非常渴望追求信仰，却遭到一位平常跟他在一起的术士叫做以吕马的强烈反对。看来这一位术士平常跟总督的关系良好，那保罗跟巴拿巴只是一个过客啊。这个情形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困难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传福音旅程是上帝的圣灵差遣他们的，因此上帝就出手了。我们先不论以吕马所遇到的情况看起来跟保罗当时候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所受呼召之时的情况非常类似啊。那上帝使以吕马的眼睛瞎了，暂时看不到。那这位总督呢，士求保罗，他看了之后觉得很惊讶，他这样说经文这样记载哈。总督看见所发生的事情，就成为信徒。他对有关主的教导觉得稀奇。上帝的工作让总督感到讶异，因为上帝让反对他的人失去了能力，使追求他的人能够蒙福。我们面对怪异的2020年，那现在已经接近年底了。对于未知的2021年，基督徒只能学习全然的依靠上帝。
很多事情我们做不了，很多事情我们无法面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就是上帝的工作，让上帝的工作来保守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使我们因着顺服而蒙福，能够进入他所应许的地方。